欲视吴同宗，诚心待吴，更兼吴出道蜀中，恩信未立，若行此事，上天不容，下民亦怨。公此谋，虽霸者亦不为也。统曰：此非统之谋。是法校职的张松密书，言事不宜迟，只在早晚当图之。言未已，法正入见，曰：某等非为自己，乃顺天命也。玄德曰：刘季玉与吴同宗，不忍取之。正曰：明公差矣，若不如此，张卢与蜀有杀母之仇，必来攻取。明公远涉山川，驱驰士马，既到此地，进则有功，退则无益。若执狐疑之心，千言日久，大为失计。且恐计谋一泄，反为他人所算。吾若乘此天与人归之时，出其不意，早立基业，实为上策。庞统亦再三相劝，正是人生几番存厚道，才成一意尽权谋。未知玄德心下如何，且看下文分解。第61回，赵云截江夺阿斗，孙权遗书退老蛮。却说庞统、法正二人劝玄德就袭奸杀刘璋，西川唾手可得。玄德曰：吾初入蜀中，恩信未立，此事绝不可行。二人再三说之，玄德只是不从。次日，复与刘璋宴于城中，彼此戏觑中曲，情好甚密，酒至半酣。庞统与法正商议曰：事已至此，由不得主公了。便教魏延登堂舞剑，乘势杀刘璋。延遂拔剑进曰：言奸吾以为乐，愿舞剑为戏。庞统便呼众武士入，列于堂下，只待魏延下手。刘璋手下诸将见魏延舞剑沿前，又见阶下武士手按刀把直视堂上。从事张任意撤剑舞曰：舞剑必须有对，某愿与魏将军同舞。二人对舞于檐前。魏延目视刘封，封亦拔剑助舞。于是刘圭、冷苞、邓贤各撤剑出曰：我等当群舞，以助一笑。玄德大惊，即撤左右所佩之剑，立于席上曰：吾兄弟相逢痛饮，并无一计，又非鸿门会上，何用舞剑？吾弃剑者力斩。刘璋亦斥曰：兄弟相聚，何必带刀？命侍卫者进去佩剑。众皆纷然下堂。玄德唤诸将士上台，以酒赐之，曰：吾兄弟同宗骨肉，共议大事，并无二心。汝等勿疑。诸将皆拜谢。刘璋执玄德之手而泣曰：吾兄之恩，是不敢忘。二人欢饮至晚而散。玄德归寨，则庞统曰：公等奈何欲献备于不义耶？今后断勿为此。统嗟叹而退。却说刘璋归寨，刘圭等曰：主公见今日席上光景乎？不如早回，免生后患。刘璋曰：吾兄刘玄德，非比他人。众将曰：虽玄德无此心，他手下人皆欲并西川，以图富贵。张曰：汝等无见兄弟之情，遂不听，日与玄德欢叙。忽报张鲁整顿兵马，